本是对222个演员内面选出53个，然后再搁对这53个内面选出12个，恭喜恭喜！竞争非常激烈。亲像一蕊无烟花。迄我上爱食的。好啦，无你是靠背啊！5分钟教授好不？我今天要教大家炒米粉。弹一下手指。好。哎，哇！怎么会有？好，结束了。在今天所有的甄选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大家真的是卧虎藏龙。你就是讲，你甲一切拢拿得掉，其实你啥物拢拿袂掉啦。你连你家己拢无在了控制，你敢知影？你管事话来啊咧，紧收起。你袂使讲安尼对待阮啊！我即马毋是12岁的囡仔啊！我是毋是死死较快活啊？我其实拢足惊的咧。结果迄根本就不是主我真正袂想要变成甲你同款。恁甲轻摇的敢有恁敢有快？这样对你也不好吧？当你看到了这么新的面孔，可是却这么样的有表演能量，并且大家掌握度这么高，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。希望讲咱这个表演班未来变阮台语台真重要演员。你要2个人夹着一颗球一路到对面，你只要有移动，你的球就必须维持一个滚动的状态，其他头到脚底板都可以。继续往我。那我以后快要掉了，快要掉了！小心小心！对。你站起来呢？不，先停。你有限制，你有目标，你要去达成这个东西，你的身体自然会服务你去到那边。同样的概念，所以你在揣摩这些肢体的时候，你要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大部分的戏，人可以做的事情，你们身为一个普通人都做得到。你也要求，你也要考，你也要想去。为什么我拢会遐我搬戏搬袂赢人咧？为什么？叫做七雄准，即马伫咧台北艺术台卡。即马拄着问题就是，我会后一个阶段想讲要甲家己的心静落来。因为即摆表演的时阵呢，就浮躁，拍拍的嘛，感觉家己就敢若只狗共款，我都静落来。我叫李嘉芬，我即马是做表情演员较济，后咧翕广告安尼。若是讲伫拍戏的时阵拄着上接拄着的问题，应该是我去 audition 的时，常常拢翕落我想要伫的角色安尼。其实我个人是较介意迄款较笑亏的角色，毋过你有真的那个公务员的，较了不起啊？也是用大学生啊，也是我是林嘉哥，其实我不太知道镜头表演跟舞台，我有什么我要准备上的差别吗？然后跟我适合什么样的角色？我叫做管头，我台语没有很好，就是这几年都在想要往影视发展。我觉得我试镜的那个运气还有能力没有很好，常常会太紧张。第二个模式讲试镜的运气不好啦，试镜的运气不好是安怎你知无？要去试镜会拄着车祸。我叫做周建儒。对我来讲，我即摆上主要是有咧找经纪人。我感觉我需要更愈侪试镜的机会。我叫陈开雄，较早有剧场演儿童剧，我感觉我的人面无够宽，会拍一些那种影展作品的导演什么的，就较无熟悉。我叫郭颖瑜，对我自己而言，好像也是试镜的机会不太多，这样子。我是刘，因为我之前有休息一阵子，然后我现在在适应这个新的身体，怎么面对很多事情。我是周卡荣，我
我平常时也是教英文，即摆演戏拄着的状况就是我无啥物经验，因为我是去年才开始学表演。大家好，叫我阿川。人家看不看得懂，或者是说有没有够突出的地方给别人看到，这是我自己要在努力的地方。我叫林英彤，我目前拄到的问题，应该除了性格技较少以外，还有一个我感觉较大的问题是如何变做亲像老师你款有足侪活头客。因为本来阮角色都需要做侪款的特质，所以安尼选出来，其实我感觉真平均啊，吼啊态度拢袂歹。因为其实做侪人拢受过做侪训练，来几多年啊。啊，不过伊咧做活动的时阵嘛是感觉真认真，啊，我感觉这个特质伫这个行业内底是真重要。最主要的保湿呢是化妆水。保养就是会让底妆会比较服帖，跟不会暗沉。你们如果今天去试底妆，是在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位置，因为颧骨这里是最高的地方，你自己可以看得最清楚。那我现在要开始来上底妆了，所以我第一层呢就会下在我想要它最立体的地方。哪个地方还没有放松的？轻轻的松动。打开眼。我头一摆相亲到即摆还未发生。相亲是一种礼貌，你讲人毋是拢真假？水姊哦，煞互因起来迄少去插我去呢。以为伊用术。查甫若困做伙就是生囝呢。伊敢是高小直接跳进。头一摆是毋是拢足疼的？足疼的，疼甲想要共拍。我看到你的相片，我就想讲你伫个我的身边。我想念我甲别人做爱的时阵，就客客。我无想要知影你甲别人做爱，你也真错。剧本写的，它并不会让你感受到那个角色的个性或者是背景。当然，在工作一个案子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带给你的感动那些是很重要，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接这个角色。基本上，你工作到第一个礼拜之后，你的泪就会开始累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每天醒来可以感觉到那个泪还渗在你身上，你没有睡醒，然后你要拍1个月，你需要有东西撑住你，什么东西支撑你？你要一直当演员。设计这堂课的用意，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什么样是正常的试镜流程。学员里面有比较有经验的，也有比较没有经验的，所以我就前面先讲了一些我平常大概会怎么试镜，然后也有分了几种不一样的情况，让大家去知道说，可能我会遇到怎么样的试镜，然后遇到什么样的试镜，我应该怎么准备。总归一句，我觉得真的是做好万全准备，然后角色真的会找到你的。